10秒钟。3、2、1，开始。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愿神的平安此时与线上的弟兄姐妹，还有现场的弟兄姐妹同在。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段经节，这段经节记载在腓立比书4章6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一次。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弟兄姐妹，现在邀请大家闭上我们的眼睛，我们低头来专注的想，我们的生活上是否有充满了许多的恐惧，还有忧虑？这些是因为我们过去的经历而来。有些人是为了未来的事忧虑，这包括了你的年老、你的健康、你的经济。另外有一些人是为了现今的事来忧虑。在腓立比书4章6节中记载，治疗这忧郁的3大成分的处方，它们分别是：一无挂虑，凡事祷告，凡事谢恩。神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在经文中，凡事就是每一件事情，这也是神的命令。我们是否具体明确的将自己的恐惧、忧虑交托给神呢？弟兄姐妹，神在圣经教导我们，应当一无挂虑。这教导我们是抱着怎样的态度来祷告呢？我的祷告是否切实的向父神交托呢？我的信仰根基能给我足够的信心吗？还是能足够的时间默然在等候吗？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在每一次恩典祷告会中，再一次经历你的同在，清楚告诉我们获得信心的方法。无论环境如何，都不能够从你那里我们要从你那里得到更多的喜乐的秘诀，带着感恩的心，用心灵和诚实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你。当我愿意持之以恒的祷告时，国家、我们的教会带来祝福和向前进的力量。我们的心会被改变，家庭要被改变，工作的环境、氛围要被改变。借着我们的信心的祷告，能够与上帝的大能连结，神必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了这一切。这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邀请弟兄姐妹，我们来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在耶稣的脚前。在耶稣的脚前，谦卑屈膝敬拜，瞻仰主的容颜。在耶稣的脚前，安心留心聆听，等候主的旨意。在耶稣的脚前，谦卑屈膝敬拜，瞻仰主的容颜。
留心聆听，等候主的旨意，在耶稣的脚前放下一切挂虑，完全相信，完全交托，在耶稣的脚前献上一切所有，毫无保留，我敬拜你。在耶稣的脚前放下一切挂虑，完全相信，完全交托，在耶稣的脚前献上一切所有，毫无保留，我敬拜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一段的祷告中，我们要为我们自己能跟神有更紧密的属灵的生命的连结来祷告，求神在时时刻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实行他的心意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一起开口，为我们跟神能有更紧密的属灵的生命，我们开口来祷告。亲爱的神，我们实在要竭力的追求真理，追求爱神，在凡事上体贴神的心意，能够在一切的事上寻求真理，并实行真理来满足神的心意。在生活中能够爱神所爱，恨神所恨，对弟兄姐妹有真实的爱心，在凡事上让神来做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接下来，我们为自己的家庭能得到神赏赐更多的喜乐、平安，工作上得到神赏赐的丰盛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你是爱我们的神，唯有你的爱能够满足我们的心。我们宣告这样的爱要进入我们每一个家庭当中，来医治，来恢复每个家庭，一切的咒诅都要被破碎，破口都要被堵住。求神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工作上所得的丰盛能够源源的不绝。接下来，我们为自己能够具体的回应神的呼召，为神来所使用，做神的器皿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亲爱的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拣选了我们，叫我得到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我愿意答应你的呼召，为神所使用，得到你荣耀的冠冕。我们为了许多的教会的事工为了回应神你的呼召，实在要谢谢你，让我们合乎主来用。主啊，我们愿意成为圣洁，合乎神的心意。我们要一生去学习主耶稣的样式，求主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要让我们随着世人一样，只有去追求金钱、名利、权力，还要学识。我们真正要追求的是从你那里来的公义、圣洁、仁爱、和平，因为我们是你的器皿，是你所看重使用的，我们是合乎主用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邀请弟兄姐妹，我们站起来，我们来唱《耶稣的脚前》。在耶稣的脚前，谦卑屈膝敬拜，瞻仰主的容颜，
前，安静留心聆听，等候主的旨意。在耶稣的脚前，谦卑屈膝敬拜，瞻仰主的荣美。在耶稣的脚前，安静留心聆听，等候主的旨意。在耶稣的脚前，放下一切挂虑，完全相信，完全交托。在耶稣的脚前，献上一切所有，毫无保留，我敬拜你。耶稣的脚前，谦卑屈膝敬拜，瞻仰主的荣美。在耶稣的脚前，安静留心聆听，等候主的旨意。在耶稣的脚前，放下一切挂虑，完全相信，完全交托。在耶稣的脚前，献上一切所有，毫无保留，我敬拜你。在耶稣的脚前，放下一切挂虑，完全相信，完全交托。在耶稣的脚前，献上一切所有，毫无保留，我敬拜你。在耶稣的脚前，谦卑屈膝敬拜，瞻仰主的荣美。在耶稣的脚前，安静留心聆听，等候主的旨意。在耶稣的脚前，放下一切挂虑，完全相信，完全交托。在耶稣的脚前，献上一切所有，毫无保留，我敬拜你。弟兄姐妹，我们接下来要为富强教会来祷告。我们首先为我们的夏牧师、还有谢牧师、还有瑞平传道，有果效的牧养羊群，建造传福音主所喜悦的教会来祷告。好，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牧者能全心的服侍你，并在一切的服侍上面满足各项的需要，使用牧者的团队能成为众教会的祝福，在服侍中享受侍奉喜乐，祝福他们侍奉恩上加恩，利上加恩，如鹰展翅飞高，跑也不厌倦，走也不疲乏。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祝福我们的牧者。我们接下来为长职、区长，还有团契的首长，还有小组长来祷告，求神赐福我们的长职与各领导者有服事的恩膏，生活有见证，能委身传福音，以合一的服事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为我们的教会的长职来祷告。主啊，求你祝福我们的牧者的同工群，祝福我们的长职在每一个方面能成为牧者最好的同工。每一位领导者，求神来看顾他们的身心灵，有刚强信心的面对事工上的挑战。
来帮助成就一切所求所想的，在他们的生活上、工作上满足一切的需要。我们献上一切的祷告。接下来，我们为我们教会的儿童的事工，还有提摩太的事工来祷告。我们常说，得着年轻人，就得着下一代的教会。弟兄姐妹，我们更多的为我们的玉凤校长，还有提摩太的同工来祷告。现在主日学也缺招待、缺影音、缺老师的同工。求神来使用每一位富强人，能成为儿少和青少年事工最强有力的同工。我们一起来为我们儿少的事工，还有提摩太的事工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施下属灵的恩赐在我们玉凤校长还有所有老师的身上。感谢他们为教会儿少的事工献上所有的恩赐、力量还有时间，也为教会传承上主的使命，教育新一代的教会领袖的任务。我们为他们所欠缺的摆上祷告，求神来供应一切的所需。亲爱的主，我们将我们的牧者团队，还有所有的长子、团契、武士团队的首领，一一的排列在你的面前，让我们侍奉带着圣灵的全能，能够成为教会会有的模范，也为教会进行中的事工献上祷告，求神来祝福我们的教会，引导各项事工的进行，行政上面都有最好的规划，各项的事工有果效来完成。祷告是奉主基督的名祈求，阿们。亲眼看见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永远的爱来爱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爱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你的名已在全地。我的世界没有黑暗，我仰望你的荣耀，感谢赞美你，亲眼看见你。有你，我生命不一样；有你，我生命在燃亮；有你，我不害怕困难；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我在深处里求告你，你在天上听我祷告，你是我坚固的难所，我赞美你直到永远。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有你，我生命不一样；有你，我生命在燃亮；有你，我不害怕困难；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我在深处里求告你，你在天上听我祷告，你是我坚固避难所，
我赞美你直到永远。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有你，我生命不一样。我生命不一样，有你，我生命在燃亮。有你，我不害怕困难。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我在生日里求告你，你在天上听我祷告。你是我坚固避难所，我赞美你直到永远。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太阳还存，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要为我们的国家，还有我们的领导者，还有政府的各个部门，有效率的执行行政的政策来祷告。好，我们一起开口，为我们的国家来祝福，为我们的政府的各部门来开口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求你保守我们的总统及执政的团队，在一切的政策上、立法和施政上，能够行在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走在公义和正直的道路上面。求主开所有政府官员的眼睛，可以看见这真道，明白真理，并顺从真道，按着真理而行，使个国家因此而蒙福。接下来我为我们的疫情来祷告，也为我们的指挥中心对疫情的控制还有发展来祝福祷告。因为这个疫病已经影响我们的生活，已经有2年半的时间。求神祝福我们的团队，防疫的团队能有效的控制疫情。好，我们一起开口来为我们的防疫的团队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国内已经出现首例的 BA.5 本土社区的感染病例，而 BA.5 又是较强的传染力。求主赐福指挥中心有智慧，来带领台湾的疫情持续的降温。特别在暑假的期间，有许多的营会、特会
正吸引着大量的年轻人接触福音的时候，求主使疫情的控制与得到控制与成为神国度的祝福。谢谢你。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是农历民间习俗的农历7月份，是我们基督徒的平安月份来祷告。农历又俗称鬼月，民间有许多的禁忌，不能游泳，不能旅行，不能办喜事，也不能吹口哨。整个农历7月是活在担心和恐惧的里面。圣经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在人们越恐惧的时候，基督徒更要传扬平安的福音，让大家不再担心恐惧。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我们来大声的宣告，大声开口来祷告，为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主，你是独一的真神，求你集会知悉鬼节所一些绕境的一切活动，破除偶像的崇拜、属灵的崇拜、占卜、算命等各样的迷信与捆绑。你的公义必如雨，降临在台湾。你拯救的膀臂必不向百姓来缩短。恳求你圣灵的风吹向遍地，使百姓归主，使台湾成为主基督的国。主啊，我们先谢谢你。主啊，我们实在要谢谢你，你无时无刻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祷告中得安慰、得激励、得信心。主啊，求你让我们常常存谦卑的心领受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是带有能力的，你的话可以救我们脱离灰心、愁苦和一切的软弱。感谢、赞美、称谢你，求神保护我们不被任何的干扰来阻拦我们。谢谢你，主啊，在这个民间的7月份当中，主啊，你是唯一的真神，求你来击溃止息鬼节所引神绕境的一切活动，破除偶像的崇拜、主灵的崇拜、占卜的、算命等等各项的迷信的捆绑。你的公义必如雨降在台湾，你的拯救的膀臂必不向百姓来缩短。恳求你圣灵的风吹向遍地，使百姓归主，使台湾成为我主基督的国。祷告是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你，有你，我生命不一样。有你，我生命在燃亮。有你，我不害怕困难。有你，我有满足的心。弟兄姐妹，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来宣告。我在深处里求告你，你在天上听我祷告，你是我坚固的难所，我赞美你直到永远。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来赞美神。谢谢你，你永远的爱来爱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爱在我们的里面，你的名以全地在全地。我的世界没有黑暗，我仰望你。有你，我有满足的心。
喜乐。我在深处里求告你，你在天上听我祷告，你是我坚固的难说，我赞美你直到永远。太阳还存，月亮还在，能要敬畏你直到万代。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我们大声来宣告：太阳还存，太阳还存，月亮还在，能要敬畏你直到万代。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有你。有你，我生命不一样。有你，我生命在燃亮。有你，我不害怕困难。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我在深处里求告你，你在天上听我祷告，你是我坚固的难说，我赞美你直到永远。太阳还存，月亮还在，能要敬畏你直到万代。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太阳还存，月亮还在，能要敬畏你直到万代。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现在我亲眼看见。现在我亲眼看见你。主啊，我们必亲眼的看见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必看见你荣耀的作为。弟兄姐妹，谢谢神是永远的爱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爱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你的名已在全地。我的世界没有黑暗，我仰望你的荣耀。感谢赞美你。我们再亲眼看见你，我们来再唱一次。有你，我生命不一样。有你，我生命在燃亮。有你，我不害怕困难。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我在深处里求告你，你在天上对我祷告，你是我坚固的难说，我赞美你直到永远。太阳还存，月亮还在。
来一次，太阳还存，太阳还存，月亮还在，更要敬畏你直到万代。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现在我亲眼，现在我亲眼看见你。我们热情掌声，在这首感谢赞美主。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何等的恩典。我们每一位成为富强的一份子，主啊，在你的眼中，每一个人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在你眼中每一个都非常的珍贵。主啊，让我们在觉得自己渺小、不足、不显眼的时候，让我们仰望看见你，你要在我们身上设下你的命定、你的呼召，让我们成为你所合用的器皿。主啊，在这个疫情慢慢能够稳定下来的时候，教会从头到尾，从外到内，一切都需要神的恩典。每一位弟兄姐妹参与在其中，有带导的手，有服侍的手，有帮助的手。主啊，让每一个各就各位，为主所用。让我们富强教会弟兄姐妹在迎接46周年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在我们当中所施下的恩典。神啊，求你让我们祷告不是形式，因为在每一次的祷告当中，我们将自己的缺乏或是我们的感恩、我们的认罪在你面前摆上的时候，主让我们看见每一天都有神特别的恩典跟祝福，你的保护、你的看顾、你的赏识，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看见神是活泼的神，你是恩典的神，你是赐福的神，你是大有能力的神。主啊，让每一位祷告者都这样的经历，让我们有力量来为主做见证。感谢赞美你，愿今天祷告会所有的祷告都摆在你面前，愿你来悦纳，也来应许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拍手感谢所有的侍奉者、同工、志强长老的带领的代祷团队。我们请坐，谢谢。我们请坐。感谢主，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没有主角，大家都是主角。每一次看到不同的团队在带领这个祷告会的时候，都感觉哇，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真的是很有恩膏，也很有神特别的恩赐了哈。我们期待在疫情更加缓和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会能够更加的火热更加的得神的祝福。感谢主，我牧师来做一个报告。来，今天呢，感谢主，我们有一对夫妇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欢迎杨德全还有李碧如夫妇在我们当中参加我们的祷告会，欢迎握手赞美他。感谢赞美主，愿常常在祷告当中一起经历神的恩典，上帝赐福你。那第二个报告哇，我们真的很感恩我们像刚刚在打鼓的杰夫弟兄他长期搭配鼓手的服饰，他平常没什么声音，但鼓打起来很有声音他呢上个月通过了普考要受训4个月，所以不知道被分派哪里去了说不定分配到我们澎湖去所以他就不能稳定在这边服侍，他今天是最后一次的服侍，我们用热烈掌声来恭喜他，杰夫，来恭喜你，恭喜你，上帝祝福你不过希望他派在台南安平好了啦台南安平就可以继续服侍了感谢主。那另外呢，我们呢，因为慢慢恢复实体的聚会，我们当然中希望我们透过网络线上也能够参与，那是很好。不过我们更觉得说，在一起祷告、一起发声、一起唱诗歌呢，那就更棒所以我们要鼓励弟兄姐妹都回到实体聚会。所以我们从8月开始呢，我们的这个直播，因为现在收看的人数越来越少，觉得说我们要节省人力了所以我们下周开始的我们的直播就暂停了就暂停了希望不用再恢复，因为我们要实体的更多人来参加
我们也感谢这些直播同工的辛劳哈，直播同工的辛劳。那另外还有一个报告哈，就是我们从这个礼拜天开始呢，我们这个88节的一个团体合照这样的服务就开始了。那我们的感谢我们的山林小组长还有其他同工一起布置的非常漂亮的哈，还有把一棵树搬进来哦哈，放在1楼还有3楼。那请大家好好准备，你们全家准备好，穿最漂亮的哈，然后在这个礼拜天或是下个礼拜天预约好。那我们怎么样？这个流程呢？取得照片的流程都已经放在周报里面请大家一起来配合哈。另外呢，我们下个礼拜先讲这个礼拜哈，这个礼拜天我们还是有医治祷告会，那请大家鼓励心灵软弱的啦，又有一些困难的啦，或是身体健康的需要代祷的，踊跃到前面来。我们奉主的名同心的祷告，相信神在我们当中有美好的医治跟应许哈。那8月7号就是蒋忠牧师的见证会，他2堂的主题内容不一样，那也是88节了哈，所以我们希望鼓励大家都来参加，能够带朋友来参加，享受这个美好的祝福跟福音的信息特别是慕道友欢迎大家鼓励他们来。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8月14号的感恩，我们的感恩礼拜46周的感恩礼拜，我们说成1堂9点开始有洗礼式，有圣餐，还有我们的小组长的就任式那这个礼拜希望能够鼓励要受洗的、坚信你的，或是信仰告白的，在这个礼拜报名，因为这样才能安排我们的这一个学道班那我们要恭喜我们教会呢，有小组长，新的小组长要就任了那我们有约书亚牧区的喜乐小组荣泰执事新的小组长，有泽荣小组是我们的新拓殖的，从西道小组分职出来的泽荣小组要来泽荣执事要就任，还有一个是我们原来的清泉小组因为最近青年小组长身体也需要保养了所以要换新的小组长，就是我们的杨胜吉执事，他要来担任名字当然也要改了，他们改什么？改成我们富强教会最原始的小组，叫做果子小组，又恢复，等于要重来一次，那重新复兴一次了我们也恭喜他。另外还有我们的保罗牧区的底波拉小组是要由邓瑞玲姐妹来担任我们恭喜他们，也为他们做祝福了最后一个报告就是说，我们预定8月开始启动我们的信务小组的筹组的工作，邀请被使的工作。那9月又要开始运作。那我们用祷告的心邀请一组的我们的那个同工一起来努力。那希望在8月底前把那个小组的名称还有所有的人员配备都好。那我们也做一个行前的训练，就要开始推动。希望今年有很好的成果来丰收神的祝福感谢主这些报告。那记得礼拜天开始我们就开始有照相，我们给隔壁祝福一下祝你平安喜乐跟健康，好不好？好，祝福大家。大家开始小组了，行，平安，感谢主，感谢主。